上出了大官，不要怕啦。啊，众外，您这不过力长大了，为何做违心了呀？对不哎，我才做了违心啦，就让大火烧了我，就让江水淹了我，就让雷电劈了我。什么哥哥，你真好。他你怎么了？啊，他要对江了。啊？冤。我在此等他，你先下船，放好书香报告。是。让开！哎，让开！做啥？我家沈少爷要上京观考。什么沈少爷二少爷？没有听说过。大名鼎鼎我家沈日军沈少爷，你没听说过？哼，文水地方一本钱财都在我家少爷手中。咦，这钱财再多，也没有马在这条路。你，我偏不让开。哼，我看你让不让开？一本见识。哎呀，小姐，听说沈世娟文章狗屁不通，也想上京观考。我带了这么多的降龙，是想花他的筹钱骂个公明。你说欺人不欺人？事与千姿百态，神有三等六样，天下的事见得多啦，也是不怪了。小姐，听说这个姓沈的当年晚向你娶过亲，哎呀，真是不要的这种人，你先下船去吧。冬梅，不要和他们争吵啊！深夜的亲，龙兄亲。深夜的，你去过京城多次，听说那里十分繁华，到底何等模样？呀！当今的京人，虽是偏安江乱，半壁江山。不知今夕何夕，流连忘返哪？玉莲，相公，玉莲，相公，哟，
孟兄，少夫人真是多情多义，还得地到杜客相送啊！监公弟妹，这是年兄王世荣，这是沈世权，我们三人同船上京。师兄，你我先下船去吧。相公，玉丽，玉丽。将便送君上帝境，下列将长来用民心，想当初你为言请来读书郎，钱不顾，寂寞拦住是啥人？我家徒四壁无常分，唯有那木头警察做礼品。玉莲啊，今朝十逢夫人去啊，万福金人好事啊心，三公这归报喜事，今天年纪子与恩。欢喜欢待我心，喜的是长子得财一月时，不枉我为一张三成，愁的是什么？经济旺盛自度险，风波难测外海深。
今时一笔不管中与不中，日本都马上回来。不管中与不中，你都马上回来。日本之话，难道娘子心中有你？不，有莲心你。此时你同沈世娟一道上京，实在听他说今人生迷。娘子放心，日本去为何此辈同旅而无啊？相公，玉丽，你来，你可记得小时候我们在江边看过的戏吗？就是那本史情人与魏新郎的戏。记得当时你问我，日本哥哥，你长大了会不会做魏新郎？你说不会的，不会的。我若做了魏新郎，水上大火烧了我，水上江水淹了我，水上雷电劈了我。相公，你看，这只警察虽然出自山崖，却是极为其实，见为其本，人命千折百磨，始终不改本色。玉丽，日本此行，警察为证，君子一诺，事事千钧。献丑献丑，好事啊好事，拿去帮我雷落为我，我不蒙蔽，相爷甚至怕手柄。那也是啊是啊，相爷的做法，别来可比颜真卿雷公爵，人云识别，二阳郡王羲之，满身今日大开眼界，真是三生有幸，三生有幸啊！过奖过奖。兵相爷辛苦状元王日梦觐见，夸夸有趣，夸夸有趣。
快起来，快起来！蒙召为门，来自一部王相爷见了。老夫可要把你用，也愿名列榜首，才华出众，今则认为岂能无私？喏，把你灵验四壁，留下莫报。相爷言之有理，言之有理呀！常年公，请。秀多车风味求精，殿院不算精心选口，文采风流，难得啊，难得！是啊，相爷威严摄政，上元公这般人才，就是当着灯笼也找不到的。是啊，今日可算是群言毕至，才所作为都是少年英俊少年呐！冰相爷，我听曲艺已经备好。好，此殿院稍留片刻，作为县卿花厅用言。请。表叔，小子拜他主人，相爷这大事叫我操办，我真嘛。表叔，小子这里还有薄礼一份，再应恭敬行事。放心好了，去花厅。相爷。相爷留下万生，不知有何见解？殿院莫慌，属下慢慢说话。是。不知田园贵此事，万生是温州人。好啊，温州乃是文物之邦，素来多出才子，难怪田园一表人才，满腹经纶，可有贵子了。蒙圣上之恩，居然江西鸟州前跑。江西鸟州本渔民之乡，好地方。殿院此去，定能踏转宏图，前程不量。是啊，前程无量，无量前程啊！常元公，今日相爷分外开心，你要喜上加喜了。相府千金名都叫，在日贵中心气高。列金节名是王，更也金榜不转啊。今日里家人要将在之上，常元公你伤心临门都用了。常元公还不快拜见岳母大人？相爷，蒙相爷不求你升官恩德，这是我家中已有气色，不敢从你。不妨事，遇到是义务传去了，要掉心的，防止智障了，要为好的。我就什么奸计之内，之贼所为。张元公，你那么聪明的人，还不知道该怎么办吗？不拘什么奸计淫事，果算是自在。
孙儿，受生之虐，始终不渝，更是严正。田园之外也有道理，孙儿这自己亦不知其二。莫今世上夫一教，贵一妻，公卿将相也司空见惯，既正造律，也就算不得什么大事了。相爷，旁人作为万圣不管王家之命，这是万不可以的。相爷，你往昔家贫自喜多时光，前日女多插门将是贤郎，一直莫精彩，为凭借人上，立下生死门，但我今日我为民初登龙凤榜，单单心事岂能忘？相爷你记错阳亲，草纲上万生苦心领尽了。好吧，为凭此事，老夫也难勉强，用你三思，再做评测。相爷，相爷，快快有请。此为谁也？相爷，相爷。张元公，我真是不明白你呀！杂在相府高子盼，你千推万阻作相。平分不多，所将自己的糟糠之气不下当。自难杀此情妻，并相爷真经结两人阻挡。且今有家境无家，忠心儿子真凄凉。一不见相爷变脸去何当？真乃是遇人难给求银汤。大胆拷问开无当，只差有因必定当。岂不怕来日方丈犯人样？也只得听天由命，何不成之？就一个问心无愧是堂堂告辞。张元公，张元公，张元公万岁！张元公万岁！我不言他地位，招他为婿，他都被其中算价之类了。如今他出丧之徒，就是此全傲不逊，甚羽毛接风，也不知是何张狂你。是啊，定要好好的教训教训他，让他知道天有多高，地有多厚。此事倒也一时烦躁，这是他为何生平在外把里挑引，叫老夫难杀这门妻子。相爷，只要皇室成功，现在休掉他的妻子。我倒有个主意。什么？方才回房之时，如果今日叫生死决定，相爷可还记得？倒还有点记得。此上分赃兵兵，不过是我倒还成儿。他对相爷可算就是忠心耿耿，方才换丞相立等一问请相爷。快讲，
正是。那沈子杰也是文罪人士，听说正向黄石峰自起去请，何人分了去见敌？好吧，此事就由你看着办吧。但愿这个生死卷能借老夫一份可信的利益。幸会尽力而为，尽力而为。慢！死生之前，将黄石峰好生款待，不准他离开京城半步。是。凤啊，石凤，你去我与婆婆娘家子，后我欺凌实可恨，他骂我金茬为骗，穷一世。我叹气叹声，叹归人，叹归人。你到哪里去呀？我去请家母送饭去。哼，什么米王为王哥，王哥的尾巴我也要三要你。哎呀，亲生，少他几句，尾巴什么？谁叫他生过儿子，自此潦倒？常言道，欺老难欺小，穷书生人等青云好。呸！不是我陪你乱放炮，这上演早晨报那个草
妹妹的音信？他说过，不管中与不中，都会马上回来的。我竟知道，到底是做了高官，俱往其亡。何况啊，他不中，你苦；他中了，你更苦。亲家母啊，这话可不能这样说呀。不这样说，那怎样说呢？你倒想想看，世上哪有把嫁出去的女儿养得老的？哪有婆婆到新娘家把王讨的？婆婆她是我借回家里来的，你去骂我打我都可以，与婆婆无关。哟，好一个小姑娘，你太过分了！气死我了！气死我了！婆婆，母亲她一时糊涂，还望婆婆不要放在心上。婆婆，你要到哪里去？纵然我死街头，我也要离开这里。婆婆，你不能走，我不放你走。我一定要走。婆婆。鸟恋三非年轻生女，你待我啊更比骨肉心你呀。家官女做两人分，到娘家一句能言两娘家把情头，真实是啊，女儿有苦娘家来，才知道不是亲生难取舍。婆婆。婆婆啊，你他真以为家去，前路情缘带你走，只可他家都死的无怜悯，我是若怜到也怕。婆婆，你这一个三长两短，这天台的大河，谁能救？好媳妇，你是此生命大义，叫婆
婆婆，我说什么才好啊？哥哥，起来吧！苍天，你还是保佑什么早日回来吧！伯伯，老夫人，小姐。我刚刚解开，就看到孙子的府上那空别的管家，他接了我一样东西，什么东西？其实姑爷给回来的书信。小姐，哎呀，伯伯，这是什么给你带来的假信？小瓜，你查。谢天谢地，这封东算来信啊！哟，看你们高兴的样子，好像是这个穷酸真的中了状元啦！哎，说不定真的是事实。大白天什么话？母亲，弟弟，快快出信，看他说些什么。好。告中状元送瓜路，举水鸟具欠官府。告中状元啊！真的是告状元！这蹦他两儿在监听主管，把事上家不讲。亲家母姊妹孙母有吉祥，我高明夫人福气那个好，肉脸的把事我把苦啊。今他能把梦滚那个掉，我与侬姥姥眼里好，再把诚心实意的女婿上。来，唱唱夸夸贺喜剧，亲朋好友走亲到，最为端坐的亲家母啊，跟我连金三百把心意啦。你呀，这是往事都是你，还是先去弄点早晚去请家母去。对，冬梅啊，好吃好吃，多起来！弟弟，新我们一年晚年，对，花年，这项传从令杀者，什么？这项今日进城堂内后，有之死归归不得，王世清死情别什么？别什么？亲家母通知我了，侬快去炖早饭去。
早啊，哪来了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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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弄个老糊涂，弄个老法子，我们找的好日寻到相夫去烧了去，世上有不明之事，怎么不明？你说他终于不走，都马上回来，自找自己命完以后我好整，这难道不是变心门女吗？亲家母，你的亲家母，哪个是你的亲家母？渺小子不像是雷母，我不想了不起的长官老亲家，这个你不要，你小声点去，这个东西谁？亲家母啊，你叫谁？我去要你，家母，你这个狂，你这个疯婆，母亲，伯伯他还在门外面。贤配，人家儿子都不要你了，你还叫什么婆婆？打开门，不开。好，快你开不开？不开，就是不开。哎呦，啊！哎呀，不开，好啦，好端端的。一本正经，弄成这个样子，你们见我混！冬梅，不要叫了，不要叫了。我走。老夫人，你到哪里去啊？表弟，老夫人她真的走了。弟弟，哎呀，老头呀，怎么了？弟弟他昏过去了。哎呀，老头子，弄个老太婆，弄鱼来了。好，我叫侬来。我叫侬来。哎呦！哎呀，原来是圣相公啊！圣相公，对不起啦，圣相公，请。圣相公啊，请坐。哎呀，圣相公啊，是哪只好妇把侬采来的呀？听说王日梦休了灵哎，你知道这件事哎了？呀，王日梦实在相夫敬重，家喻户晓。这次他的家属还是我带回来的。哦，哎，早晓得王日梦个小子那么良心，当初小生也曾向牛烈求亲，妈妈你可是一开答应的哟。哎呦，是啊，这个老头这个牛脸不知好歹了。小生今日二度登门向牛烈求亲，今有明知不可孝敬妈妈，还有金茶一袋作为聘礼。也是警察。妈妈，
请看。沈委屈，我以为你是木头警察，原来是黄金宝察。哎呀，真相公啊，你真是欲擒之人，咱们亲子啊，答应了。此岳母亲长在小戏一把呀。相公啊，起来，起来！哎呀，妈妈，令爱伤心更烈，只怕不肯答应这门婚事啊。不许声张，啥子都风声，让若年到手，那就麻烦了。一切听从妈妈安排。咱与我把他混子，明日一早花轿抬神。好，明日一早花轿抬神。你太恨我，因为逼我揭露我一生我那年迈的爹，我闻切心挂的梦中生。再把那可怜的婆婆脸生还，风雨中我只切身，再找你，可叹你手中家教身亡，我掐不了儿为我许。别了
如意。莫抬头，就地终于望江边。想儿时定下与郎同喜悦，江边并肩欢喜呀门。台上知情语，引我来望见，喜中分新郎，上面却李长沙，我长大儿杀出了份新郎，就叫大火烧了我，叫江水淹了我，叫雷电害了我。在这里望遇见亲姊妹，你枉读诗书苦自修，你烧尽我处为何因？你看问情来情人去，这天理公道，天理公道何此成？
须金节须夫人将不及此生。我要走。老夫人，你要到哪里去？我要上京找这个没良心的小畜生。老夫人，都明原来老夫人，你都伤心。好，冬梅，我们走。母亲，母亲，母亲，母亲。有丽，有丽，
如今一月前，人间家事结亲人，巧为我要是忘我无为似同川向东过水，苗州该条朝阳城，玉树最早多迎泉，名为太明有情。考什么状元，做什么官？自我夜夜残月寒骨灯。我们进去。老奸猾子，不得进入长元府内。岂有此理！你听着，我这个老教花子不是别人，是常月的娘。哦，是老夫人来了，带我进去通报。好啊，再当了2天官，家子把得倒不小啊。冬梅啊，把你头上的小带取下来进门。我这是叫小姐带小米。我是想不让这个没良心的困姐。哦，小姐，我今天非当死这小畜生不可。母亲来了，母亲在哪里？母亲在哪里？
国中不孝，无情无义，不辛劳。母亲，为我进门先当孩儿。你自己心中明白。孩儿不明。你，母亲，孩儿在做了错事杀亲之后，虽是当时我也无怨无恨。好，听清楚了，你写的好一封家书。家书？那封家书又不对呀。你顽强者，把家书背一遍。母亲，背。是。高中状元沈瓜落，去世鸟子且攀夫。在乡权中临实者，羁旅京城，叹奈何？有子死归，归不得。母亲，孩儿我背得可对呀。下面还有一句呢。方子卿死期必加上京都。不对，是死期必加上京都。母亲，孩儿写的是要他告别家里的家事。你明明写的是要他改嫁他人的家事。母亲，是必加。是必加。哎呀，母亲，此事开不得玩笑。哼，谁跟你开玩笑？你写的哪里是家书，分明是手书。死期必加。母亲，定有人改了我的书信。你们有相夫照亲啊？哎呀，母亲，孩儿才是相夫照亲，怎为孤身一人在此？对呀。母亲，若连接到这封死信，定是伤心万分。小唐。母亲，若莲为何不与你们同来呀？若莲她本来是要我们一道上京来的，那又为何不来呢？姑爷，小姐她。懂了呀，母亲，什么话？只因你岳父年迈，若莲家务人生，难以尽情。母亲，娘家是有岳母操劳，需若莲费心。哦，这上京山高路远，若莲杀天郊去，怎能应得？哎呀，母亲，你年迈之人都来了，难道若莲她年纪轻轻？姑爷，四老爷舍不得小姐，叫她明年春天再来。如是，岳父岂为强留出家之女？母亲，莫非家中？不，家中没有出事，没有出事。看他儿真人实情况，莫非家中真有变故？母亲，不要问我，不要问我！我说小姐都讲，是他姑爷吓得胆战心惊。今，冬妹，你口中年年有事，说什么今日？今日没有。都，明年听见万官递来，讲什么今日？哦，对，是有个金子，是金国的金，是半两的金，是京城的京，是。此刻，夸奖实话，讲。规避我。哎呀，母亲，儿子因死期心切，望母亲见谅，其中定有变故，望母亲实名真情。儿啦！哎呀，母亲，你快讲啊！母亲，哎，不是。母亲，这是叫后人带笑。哎呀，母亲，你咋
再不讲不明白，儿却长为不起了。儿啦，你给家属一道，家中人出了大事，你我莫力接受。谁怎么样？谁比你给家生死救？哎呀，母亲她重也不重。你欺人死不重，他是。哎呀，你不能生。要你堵嘴，母亲，你快讲啊！母亲，母亲，老夫人，你欺人死不重，他都将死了。什么？你气都将死了。呀！儿啦！娘子呀，这道父亲是几度，才知你先走后把我看看我何去残生痛，凭一丝与你同走。望见什么？儿啦，万万不可！你上走了这路，叫娘受委呀！母亲！娘啊娘，眼前他人请你死，只是骗子终因无啊！眼前的邻居何处？可怜叫去张玉我，兵满心烦可留才，金钗在人飘问，难道这三路一万留于只我？有那一扎手叶落江
天气。何来死的烦你？恨不能生出双翅到有名，破腹他心所钟情。世界里守着金苍眼我泪呀，愿我薄情莫难眠，苦只苦金苍地下他头埋，才知他无缘见老先离悲。独看一笔，天地清欢惨曾经。夜暖旧人三去楼空夜不眠，张员外
就会老了心。母亲啊，你望儿子来难定，我有心无力问娘恩。我连见手巾擦子啊，十梦不给谁安心。他却莫有名因故，我凄凉十月用头生。从此王家相约，就娘亲。曾经一片心。叫娘心痛月里，你句句承认，更叫娘把官交进。这么多年的书，也没有把懂；娘这么多年的话，也没有把讲。母亲，你不该是王家的为娘的好儿子。母亲，儿媳娘，那你母亲，在那个给了家属的人，还等我们一起啊！母亲，那封书信，我是托沈世权代为家的。莫非是他？那沈世权一肚子外塞，他什么事做不出来？冬梅的话有理呀、经过长元宫，礼部文书在此，命你即刻前去广东朝阳上任，不得延误。知道了，退下是。儿啦，你心中是事到江西鸟追上任，怎么到广东朝阳去了？江西鸟追，乃鱼米之乡；广东朝阳，却是延长之地。母亲就想见我不肯实在，将我调至广东江西鸟追，给派王日往前跑去了。延长之地多兵多灾，那权相分明是要你有去无回呀、母亲，孩儿啥违抗礼部之命，母亲就想岂肯轻易放过。为今若连生月，孩儿我只得忍下这口气了。若连言行永夏，永夏哎，
永祥，小家孙子好些了吗？可是老爷，我今天找到了一位本地名医，听说是全福建最好的，开了几天药，来拿去叫他试试。夫人，因为小弟可真是操鬼良心啊！老天爷叫我送来了个女儿，我能不操心吗？快去，快去！老头子远在门口为他走，药店身前好不走呀！林荫江中举茶女，听分子心肠我来，你来了。也说是命里注定的吧？你说巧不巧呀？这女子心切，我家老头子也心切。一边难下两夫妻，又疼又怜你女手，在那他药房成前身虚上，这去病后子陈家驹。老爷，夫人，怎样来哉？怎样来哉？老爷，你何时这么高喜兴呀？事喜事，云香云香，快请小姐出来。见过你父你母，女儿，起来，起女来！儿踏喜踏喜，弟弟，实在惊人。来夫人，一餐聚餐很喜庆，王泽不相负，这真是家园来，家园来，冤枉后生比实情，好一副状元过女郎，手指康婚美美名。真的千真万确，我老王老现在何处？全相敌情不争，绝不争他为将生亲，命他这界上神去了。从云去地，老臣哎，红子花年小路开，揭开心头浅浅结喜结白来满山。弟弟啊，恨过揭开将西去，夫妻同为诉情为。女儿，此事为父早已想到，关月节绝怕苗亮待我书信，都将信要走推门消息，却只算来，这几日也给回来了。弟弟，你为女儿真是操够了心，请上受女儿也罢。哎呀，女儿，你可要当心身子呀！不妨，母亲，女儿我此刻觉得身上的病见好了，见都好了。老爷，这句好了，这句好了。女儿，孙王喜子精神上马，你快去脱掉护照，稳扎红旗，儿走。
你多神呀对啦！老爷，老爷，苗亮，你回来了。回来了，来，到江西鸟州了。到了，可曾见到姑爷？没有，可曾头视惊讶？没有，可曾带书回来？也没有。不，那你此去做了何事？元素带去，元素带回。这巧为何？老爷，小人奉命要走营，只见小长挂门人，正来小人不识时，吩咐旁人在此前，明镜上写着往前判。这往前判怎么样？一张重兵一送命，一送命。苗亮，此事非同小可，你可问明白了？明白。老爷，我们到过施压他们，他们说这位前判是姓王，是问罪人，是经可得中，是重兵死的。哎呀，老爷，这是脾气太累，欲望成，谁知道心生变故更心惊。想女儿来恨出事并转情，真叫他归国余乡断掌声。看难去心无人，为我好切心不人自一听。云香，来啦！老爷，云香，快将夫人请出来。夫人。云香，小姐可在他死机房中？是啦，小姐她可开心嘞，正在梳妆打扮，温存洗衣裳呢。好，你去好好控制小姐，千万不要让她到这里来。这是为啥？叫你去你就去，少多嘴。是。夫人，老爷有请。来啦！哎呦，老爷回我，莫非苗亮从扬州回来了？真是苗亮回来了。带来了好消息。什么好消息？带来音讯，叫声同喜。你说什么？那王日鹏他刀刃不绝，就在鸟州病故了。这是从何说起呀？哎呀，我那苦命啊！轻声，夫人，若连他天上不平，只怕这夜精神不起。我们要设法瞒过他才是。是呀，这件事千万不能让玉莲知道的女人。小姐，你到哪里去呀？哎，小姐，你怎么了？哎呀，老爷夫，小姐不好了！女儿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用香快去端牙。母亲，女儿自病，非也后子。哎呀，女儿，你说的什么傻话？你刚刚完事，身上的病全都好了。是呀，女儿，你一定要好好将养身子。过些日子，我们不是要到江西去看姑爷的吗？哦，是啊。女儿，你这是
去，几番风雨，几番愁。上天早已负来了，心中有意。名利无缘也难求，女儿，你都听清了。良心是长厮守，为了今生应付花。从今儿做成全，女儿，此事女儿必与一时相聚。女儿，你再与我亲婚甚来？是呀，你快快讲嘞！来逢黄老几人神，千卷心经三文水，相信是里解放令啊！三字情相。一杯酒，好一个多情的女子，为我答应求死。遇到将心死了。女儿，这一路风尘，我正担心你的身子呀。母亲，女儿我一回到温州就觉得好多了。女儿，这5年里，你年年回来到这江心寺寄付，也真难为你了。方丈，不是可曾危险？大人，今日有太因国君藤上私恨大人，害得王太守也来此也想，此中之事忙不过来，请大人先到相貌谢谢。哪个王太守？哦，听说从广东朝阳而来，且按夫差而去，待他入宫分庭。
行为，行为，阿弥陀佛。朝廷上你要为文罪团堂，不与警察太子相见。只因小女在此与心愿未了。你的亲兄何家在此，行为，行为，行为。你我女儿先到襄王歇歇，我等兄许安片刻。老爷请便。想不到前年兄竟然与这么一个似花似柳的千金团在膝下，这是甚至有些虚长。等兄有所不知，小女生死困苦，一则天差多别。冒昧动分，你还可曾婚配？他趁早变故，也不言再见。哎呀，前兄，你真是老糊涂了！我在你儿之边，弟子有所知，查封妻子，说不定能得配见。说的也是，这是小女生性倔强，不肯。年纪轻轻，哪有水瓜做生之理？前兄，等某在天成作美，今日若替你还作法，喏，才让谁是先生就往太岁，就按王太岁。是啊，这王太岁哟。广东为官自年多，清德腾泰莫，平息的母亲全乡民无辜，他出身江西解安府，今日上任路不子。我陪他将心前往阿弥陀，可怜千里有缘心相会，这眼神的美翁来中。我即刻休去，且兄。这张婚事，你要与父生人商议，我这就去问一问王太岁，明日讨个喜啊！邓兄，王太岁，这个邓老头子实是万年辛苦的。不过他说的这个结案王太岁倒真是不错。弟，女儿侍奉上卿，终身不嫁。女儿，我知你身顺不忘王石峰，这是世家5年，曲则曲也，胜则实之万丈。听说这个王太岁少年英俊，女儿不妨一见。女儿不见。兴许这对女儿并体有益。弟疼儿心甚关，只是警察之门终身不忘。女儿曾代天立下誓愿。什么誓愿？誓要在家，是非实从西城。女儿，老爷，女儿不愿，你就不要勉强她了。好吧，做法事去吧。弟，王太岁，请。滕大人，请。王太岁，滕大人，此番路过文罪，蒙大人看顾，同来将心事当在，下官只想拜谢了。
王太岁，我看你呀，还需再帮我一把，再谢我一谢哟。这恰为何？王太岁，你的喜事来了。太心堂亮晶晶，云间桃花喜临人。不见安府有一女，虽不多也美绝人。她不良李官军，曾想当门相称。天子一代未婚姻，月下老身无当疼，当疼。大人，下官正遭举鞭，终身不屈哎离。呀，这位小姐法律条约绝不可胜，太岁不妨一见。下官不解。难道老夫子也负礼？大人怜我万生官神，这是金叉之门，终身不忘。下官曾对天立下誓约。哦，什么事哟？啥要再去，除非十种喜茶。哎呀，你王大人，时日已到，请大人言下。请等大人请勿见过。去吧，去吧。阿弥陀佛。
唯恐不见你不踪影。几番梦里心梦君醒来走，醒来走上心如痕。目算千军黄沙雨声皇上，实在夫人是哪家杂角？哦，是福建前二五家的小姐。什么？他？就是他呀！什么他？就是他呀！哎呀，皇上，实在邓大人审美的定是此人。哎呀，世上哪有如此相似之人？莫非他就是我的？哎呀，大人，你来说些什么呀？哦，你不明白，你不明白，我找邓大人真有趣，真有趣哦！哎，王太师，皇上，皇上！哎呀，皇上，主上找到你了。哎，皇上，刚才我你说话的可就我王太师，真是我太师。他，哎，就是他，就是他，小姐，他就是他。哎呀，是指什么他？就是他呀！你不明白，皇上，请。今天出了红事，怎么一个个都有毛病啊？宁夏，小弟他是叫我王太岁，你们看弄错，不错。哎，小弟，我都要问你，那王太岁真的像姑爷吗？人相貌倒是十分相像。小弟，你还不快去当面问个清楚？丞相黎明，只怕弄错死不得。是的的。他大恩，女儿，
你方才拒婚边上模样，原来是云香背地里与你另做红娘。不，弟弟，此事与云香无关。实在女儿在殿前为妻亡灵，遇见那结案王太师。哦，岂是藤上师弟亲自人？他怎么样？他好像我那夫君王泽伯。王泽伯，哈哈哈哈哈！女儿，我看你是思念故人，眼睛宽花，平不动了。母亲，老爷，女儿之话事出有因，不妨想法当听当听。是否当听？要是不能闹出笑话，叫老夫就与王太师死我同朝为官啊！弟弟，女儿这里有精彩一枚，乃是当年夫君的聘礼，不妨明日请邓大人与王太师前来赴宴，当上出示精彩，不就一清二楚了？老爷，女儿此计成啊！好吧，为父依你求是。谢为父去吧。老爷，陛下，我跪着你。啊，起来，起来。谢老爷，云香，小弟，哎呦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放江的。哎呀，这是我日思夜想的地方。邓大人，你我快走，快走呀！邓大人，王太师，王太师！此事真相，我已明白，10之8九。等一位啊，我还要打举步到孟都，叫他们节步跑到慢来走。王太师，王太师，夫人，眼前时候已到，你俩快马上出前往王香亭。弟弟，这位王香亭上宴请，女儿我想来想去，无此长此次为父早已想到，喏，这两相处就定在王香亭外。你们母女长生出来，既不露声音，又宽得清，听得明。多亏弟弟想得周到。女儿，我在亭内问他的事，那王太师杀死你父，你又如何告诉于我？弟弟，今日乃是元宵佳节，此时此等，女儿听得为娃带头，就点起花灯。打得一句就点一盏，要是监督打得你，那就把上上下下、里里外外、远远近近的花灯统统点亮，高高挂起。好，此次为父先走一步，你们随后求来。是。
人若其次，有鲁莽人间观，身色不同当糊涂，帮他为子推官杯，啊，前兄王太岁请啊！邓大人，你方才我已经灌过，现在还要再灌3杯，再灌3杯。邓大人，前兄，你昨天我不曾饮酒，今天倒要一醉方休，一醉方休。邓大人，哎呀，王太岁，我们过。来，请听来，按告愿与西交代，托他传真来迎接，下回我当龙座。他当你真情传，万事由他来安排，只怕他为他现在把事务复杂边境乱断呗。哎呀，前兄，王太岁，这今天嘛，是要哈个痛快，哟！邓大人来，真君，邓大人。你怎么自顾还救不得女儿的婚事呀？即刻就干！邓大人啊，昨天你在江心寺里要为小女做媒，不知哦，这件事嘛，哎呀，不成啊，是不成。为何不成？苦恼他满心，对天发誓娶婚姻，什么自比十从西方走，要他再娶是万不能。哎呀，钱大人，事情不是这样的。太岁，定本是上房子。你敬我愿良诚信，既然你对天发誓愿，我不管高攀做罢人。哎呀，邓大人，倒也方便，不得理他修事。来，哈举了徐州。邓大人，哎呀，嫂子，我看你嘴巴胸膛做内功，今日你家长无度三句风，咋不将真情说明白？守寡为啥他最痛？有下他也。见夫人，老身万里。王太岁。
前为何至今一脱身啊？可叹眼前早不察，滚江涛涨他身。原来赵夫人是在江儿死的。哎呀，赵夫人是在江儿死王太岁，你少年不起因恩爱，他因我变故受将心。生死卷成见，该书信呈报上司一年成。对，是生死卷，是生死卷。哎，王太岁啊，你当初与少夫人成婚，与何万为亲？非是奸，非是人啊，这平安是什么？一枚金钗系同心。金钗是金钗，是金钗。我咋做了违心了？水上大火烧了我，水上江水淹了我，水上雷电劈了我。